大家好，我係 Adrian 溫哥華地產經紀。咁有好多買家都以為啦，只要自己嘅 mortgage pre-approved 咗咧，就咩問題都冇晒。咁其實咁樣諗咧係錯嘅，因為你個 lender 係會一路 mon 住你嘅財務狀況。咁如果你添加咗新嘅債務，影響到你嘅債務同收入比例，即係你嘅 debt to income ratio 嘅話咧，咁樣係會可能令到你最終獲批嘅貸款少咗幾千蚊，甚至10幾萬都唔係完全冇可能㗎。咁大家記住咯，當你決定買屋嘅時候，直至到成交之前，都唔好立亂為自己添加新嘅債務，譬如係買車啊、買家私或者開信用卡等等，都唔好亂咁做。就算係都要同你嘅 mortgage broker 傾清楚先至好做。咁如果大家想對呢個問題了解得再深入啲嘅話，請隨時揾我，我可以介紹啲專業嘅 mortgage broker 俾你，同你一步一步咁了解好你嘅財務狀況。響借貸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走少啲彎路。